來看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指控制度中心的董事長黃敬群替做包租代管的調機集團前董事長李建成背書，有獨立財團的嫌疑。即馬調機集團嘛，閣傳出有債務的危機，民眾黨團就要求北檢應該調查。也毋過制度中心嘛強調講，所有的包租代管的業務攏是依法招標，批評民眾黨團烏白抹黑。介紹新的社會主體的招租案件，國家主體甲都市更新中心公布大概分別佇咧新北市邦橋、甲鶯歌、南投埔里、台南南區，也閣有高雄林務的社體，佇咧8月14到9月14受理申請。這大概案件共同特色就是交通真利便。很多人會以為社宅它可能新建的地方，相對於在土地的取得上面，可能相對的比較偏遠。但是我們這一次釋出的社宅，事實上都是蠻熱門的地方。不過，在這場記者會開始前10多分鐘，民眾黨立法院黨團嘛舉行記者會，表示包租代管的業者調機集團旗下相關公司調機投資，寄居系管理顧問公司逼出債務危機。民眾黨立委質疑，過去擔任內政部政務處長的國家制度中心董事長黃敬群，甲調機前董事長李建成是山友有私交，佮用幫兇2個字質疑黃敬群。兆基是得標的高手啊，總共大概有20億的服務費由他取得。那麼黃敬群教授、董事長跟李建良的關係，使得這些投資人願意去投資，而現在受害。大家都是依照採購法正常的招標評選。我本人從來不介入住都中心所有的招標的評選案件，唯一一次跟李建成董事長一起在山林裡面一起活動。如果用這樣子的這麼片面的訊息，就要來建立好像我也是一個犯罪集團，我想民眾黨黨團不應該這麼粗糙的來指控。黃敬群表示，8月已經找調機惡管的現任董事長，也閣有寄居系公司的負責人到國家制度中心說明目前的營運狀況。初步掌握目前2間公司營運穩定。若準講調機出現營運袂落去的狀況，嘛已經規劃後續的交接機制，嘛會思考要安怎重建社會對社會主體，也閣有包租代管制度，甲稅處服務產業的信心。記者綜合報道。